成日有家長問我，黃老師，小朋友中文底子差，買咗好多補充練習俾佢做，做到喊都係冇進步，點算好？我嘅答案可能令你好驚訝，唔好再做現有年級嘅練習，要做低1至2級嘅練習。點解？中文基礎差嘅學生通常有2個問題：識字少、語感差。你叫一個認字量不足嘅小5學生做小5閱讀理解，佢連題目都睇唔明，點可能做得啱？越做越灰心，自信心都磨滅晒。正確做法係做低1至2級嘅練習，目標唔係挑戰難度，而係建立字詞庫，透過簡單嘅文章同題目，重新累積基礎詞彙，同時培養語感，等佢習慣中文嘅句式同表達方式，慢慢建立對文字嘅熟悉感。當佢見到嘅字都認得，讀起上嚟順口，自然會減少抗拒，肯繼續做落去。過程中最重要嘅係培養信心，佢做得啱嘅機會多咗，成功感就返嚟，慢慢就唔再怕中文。記住，學中文好似起大廈，底層唔穩，起幾高都會倒冧。與其勉強向上爬，不如返轉頭打好地基。唔好覺得做低1至2級嘅練習係好羞恥嘅事，基礎打得好，上返同級嘅練習只係時間問題。最緊要係小朋友肯繼續學，唔好因為太深而放棄。如果你小朋友都有類似情況，不妨試下呢個方法。